你大家的听用啊。哦，切磋给的，那么咱们写的，那那么把钱呢？这把起来了，干起着呀？可说的汤公米干的呀，汤公米干了干当过配的，大把枪弄了，可是俺了看人家的，俺没把气势啊。嗨，俺那这么现的，把么子切做都上了黑嘛的呀？俺多几在兜里的，西巴跑了个就后的啊，进口来了，没些就没人就救命啊。等你去给了用热几几道。可你真去怕嘛的，你得让给掏钱累去。呀，等你俺就把么错了，先上着。阿妈了，去帮我做了，到你不给说啊。哦呀。哎。抖音。